大家好，香港幾時先會變得好呢？有觀眾留言請我同大家預測，佢好擔心自己嘅運勢一路咁衰落去，佢睇唔到前景，希望知道香港幾時會好。為咗呢單嘢，我特登同大家觀咗天象，香港未來嘅天象，所以我會詳細一陣間同大家預測。中意我嘅朋友請點讚我、訂閱我。打開右下角嘅小鐘仔全部就可以收到我嘅通知。有中意睇嘅題材就請喺片下留言。歡迎大家將呢條片廣泛分享，幫助他人解惑，度過呢個困境，功德無量。分享出去幫助他人，就等於俾到正能量嘅他人，係好大功德嘅。我係拳朗師傅，全香港唯一19年唯一有瘟疫爆發嘅師傅。我係七仙女轉世。我同大家工作，香港上空嘅天象真係睇到唔樂觀。香港仲會經歷好漫長嘅一條經濟非常蕭條嘅路，唔單經濟方面會非常之差，仲有非常大嘅災難仲有等住你未嚟。而且呢個災難係有死好多人嘅，呢個災難非常之恐怖。我依家唔方便講。到差唔多時機，就係同大家講呢條片嘅主題係香港到底幾時先會好？我同大家睇到經歷咗好多嘅悲慘嘅災難之後，更加悲慘嘅命運之後，香港如從依家開始，今日係2025年9月19號，40年後，咁香港之後到2065年以後，香港先會開始好。但係開始好嘅狀況之下，只係同大家講，災難少咗，好多大嘅災難冇咁多噶啦，但係破財運都係相當之勁嘅。咁我睇到香港嘅2065年之後，即係40年後嘅命運，終於好少咗好多嘅大災難，但係可惜經濟方面一樣好困難，一樣好蕭條，而且好多公司執笠，好多公司都裁員，失業率非常之高。而且執笠潮就好似過山車咁，一輪又一輪，冇辦法止得住。好多人好費信心去開公司，但係好快就會執笠。40年後真係非常之多，係好普遍嘅事。而且通貨膨脹非常之犀利，乜嘢物價都好高，好多人嘅生活水平受到好大嘅衝擊同打擊，好多人都生活喺困境之中。而且好艱辛，銀行都經營困難，而且有銀行面臨執笠。但係我今日喺度可以講兩個方式幫助銀行可以渡過呢一個執笠嘅命運。第一個方法就係改革，即係改體，將自己銀行當中內部邊啲做得唔好嘅地方，一定要改咗佢。時代跟唔到嘅方法都需要改，盡量做到與時並進，咁就容易避過呢個執笠嘅危險。仲有一個方法就係合併，俾大公司收購，咁都可以避過執笠嘅命運。咁所以40年後的確嚟講會相對比依家好勁啲，但係經濟方面都一樣係困難嘅，人特別多，面臨咁多個困境，容易執笠又容易失業裁員嘅狀況。點樣先可以保住自己唔裁員，保住自己嘅公司？有咩方法呢？大家特別講下方法。其實係有方法嘅。一個人嘅八字命運到咗某一個時期都唔同嘅，因此建議大家真係要用奇門遁甲算一算，你到底做啲乜嘢行業係發達嘅？首先你就唔可以做錯行業。如果你做錯行業，就等於同衰運打交道，咁就真係冇辦法好運嘅。咁遲早公司做得渣啦，做得氣利啦，係正常嘅。咁如果你做到一個非常之令到你賺錢容易嘅行業，你啦，咁你就順風順水嘅，你都會發達，你都會賺到錢。所以非常之重要。唔理係做生意嘅、打工嘅，定係創業嘅朋友，我都建議你用奇門遁甲計一計，你到底做啲乜嘢發達，呢樣嘢就可以改善你嘅命運，唔會行彎路。唔會經歷啲痛楚啦，命運坎坷嘅一面。仲有咧，呢啲就係點解有啲人佢話之前咧做某一行初初好賺錢，發咗達，後尾又渣渣啦嘅原因，係因為每一個嘅命運佢行到唔同嘅時候啦，
其實佢嘅八字命運都會改變嘅。呢個時候就最要計一計，你做咩行業先係適合你？你先要揾到錢呢，就需要算一算最簡單嘅幫助自己嘅方法。咁仲有呢，就係借助外力嚟幫助自己。例如你可以請我哋招財數神、數珠嚟幫助自己，嚟增加財運、提升財運，呢啲都做得到。咁呢啲咪外力咯。因為我哋係專業人士嚟，你可以想得到更多嘅財富運勢，更加可以利用我哋嘅專業，利用我道過祖師後人道達法術嚟幫助你改寫命運。我哋要招財法事，可以幫你招財，亦都可以有好運法事，令到打工嘅朋友你都唔會俾炒魷魚，保住份工嘅，呢啲都做得到。例如做生意嘅朋友，你面臨困境，需要多啲財富運勢，可以利用種生基、播風水、招財，都可以改善自己嘅命運嘅。所以呢啲都係外力嚟相助。咁除咗呢啲外力之外咧，其實有啲時候你唔用呢啲外力，真係好難改善嘅。所以點解有啲人那行衰運，有啲行10年衰運，真係衰咗10年嘅喎。有啲行20年衰，點解衰咗20年嘅原因？係因為佢唔識得運用我哋呢外嚟嘅專業人士嘅一種強大嘅力量嚟幫助自己改運，所以就真係需要用自己嘅命運去抗，真係去行呢個命運，有衰就行幾衰，真係浪費咗生命咯。仲有一個方法咧，同大家講，其實你有個好平嘅方法，都可以幫到自己，甚至乎全家嘅。但係呢個方法，你就係識用嘅朋友，你就會帶嚟你意想不到嘅好運同埋平安運勢，甚至乎你全家平安。方法咧，其實我每一年都幫人哋出咗3部。乜嘢係3部？就係我每一年嘅12生肖運程書，呢個係每一個生肖嘅命運預測書，要12個月份嘅指導，包括每一個唔同生肖都要詳細命運嘅指導，咁就可以令到你避過凶災，得到財富運勢。要佢買股票嘅朋友，其實你邊一個月你會大破財，邊個月財運健好可以揾到錢，都有指導嘅。你把握到呢2個月，你1年都唔使憂，都賺到大錢噶啦。其實好重要嘅。仲有3寶就係通神，而仲有就係月曆。呢個月曆唔簡單噶，呢個月曆咧可以有365日加空日嘅指導。吉嘅日子當中就寫咗個加字，空嘅日子就打咗一個叉，冇寫嘅咧就平日。咁平日即係代表咧唔空唔加嘅。咁所以你識到運用嘅朋友咧，就係會得到意外嘅好運同財富運勢嘅，甚至平安運勢，分分鐘救咗你全家嘅命都有份嘅。要點樣先識用呢？其實我有條片專係介紹點樣用我嘅3寶，咁大家只需要搜尋權朗2026 3寶就可以搜尋得到噶啦。面臨經濟困難的時候怎麼辦？其實可以借助外力來相助自己，例如我可以請我的招財手神和招財手珠幫助自己，有提升一定財運的功效。那如果希望保住工作的朋友，可以請我做好運法，提升自己的運勢，也讓自身的小人害不到自己，可以保住工作。如果是做生意的朋友，希望自己的生意起死回生，不至於倒閉的話，方法有2種，一種是借助風水的力量，可以請我親自幫風水，還有就是做招財法事，可以讓自己在困境之中也能獲得財富運勢，這個都是能幫到自己的。另外還有一個最便宜的方法，那就是請我的3寶。我每年都給大家出了3寶，幫助大家。曾經在去年有一個人談生意談半年談不成，後來那個大老闆明確不和他談了。在他困境的時候，他在香港的71店買到了最後一套我的3寶。打開運程書一看，說他下個月有財運，但是教了方法要怎麼做才能得到。然後他又聰明的在月曆上找了個寫了吉字的日子，在通勝當中找了一個吉時，再去找那個老闆。他萬萬想不到，那個老闆竟然對他說，把合同拿來簽了吧，竟然做成了幾千萬港幣的生意，賺了幾千萬。他後來非常感恩我，打電話給我，他說我是香港人的福星，竟然在他如此困境的時候
三宝力量无穷，帮助他赚了几千万，他非常的感恩。还有的人今年买了我2025年三宝的人，他是做销售的，他打电话告诉我的三宝非常神奇，他说我的三宝帮他今年已经赚了800万的业绩，他说他从来没有赚过这么多钱。还有一个说我的三宝非常的准，打电话来非常感慨，他的一个朋友邀他去大陆去玩，他不去，因为看到我的三宝说他此月就是9月份发生的，他说此月他不适宜远行，否则有灾难或者血光之灾。他的朋友于是自己去了，在深圳请了一个女的吃饭，他没想到与人发生了口角，然后就给人打得头破血流，被人送去了医院。他的朋友紧急找他求援，拿钱去帮他，对方的父母正好到了国外，这个朋友就没办法了，深愿我的阅历讲明他朋友去的那一天是大凶，不可远行，否则有血光之灾。可是他还是为了救朋友去了。去了之后，由于我的运程书讲明了他不可远行，否则有血光之灾，于是他就处处小心，很谨慎的就在医院里照顾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很危险，谁知道他疲惫不堪的时候上厕所，结果突然晕倒，倒在地上，头部流了很多水，砸伤。他现在回到了香港，头还非常痛，所以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我的三宝真的准，如果不是要去救朋友，如果他的朋友肯听那天不去，其实就避过了这个凶灾，就救了他们。所以他说我的三宝非常好用，非常感恩。如果懂得会用我三宝的朋友，你们不但能获得神奇的意外的财富运势，还能获得平安运势。我的三宝今年是限量发售，数量有限，希望得到好运或者全家平安运势的朋友赶紧抢购。今年台湾也有销售，在香港和澳门的71店、欧科便利店、书报摊、书局都有销售，先到先得，赶紧抢购。我们下期节目见。